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第1到11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第1到11节。和合本圣经在第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讲道，我们请本堂许传道来讲道，题目是“接受挑战”。接受挑战。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求你的圣灵掌权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智慧与能力。愿你看顾我们今天的敬拜，和我们在这边全心的来领受。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如果有来新春礼拜，就可以知道我们新春礼拜的时候，郑牧师告诉我们说什么？恭喜发财。在新春礼拜里面所讲的恭喜发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会去面对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会面对的一个诱惑或一个挑战。但是在新春礼拜，牧师有用一段经文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让我们要明白知道，当我们面对试探或诱惑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在农历过年期间，有一个新闻一直不断的在电视台出现，那个就是乐透彩的奖金，好像最后有到18亿这么多。试讲着，如果有个18亿的彩金在那边，很多人都会心动。所以在电视媒体在访问一些人，他们都说：“我如果中了这个彩金，我就要去买房子，我就要去买车子，我就要出国旅游。”但是因为这样的金钱的诱惑，让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上帝的面前了。有的人甚至为了要去买这个彩券，就去抢夺别人的财物。不过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新闻消息，在过年期间，依然有一个正面的讯息出现。在桃园八德市，有2名约聘的清洁队员，在整理一个回收的床垫里面，发现了一堆金饰，里面有一些金子合乎市价，大约是他们2个人的1个月的薪水。可是他并没有占为己有，他反而是把它奉献，他反而是把它交出去。也有宜兰有一位妇人，在过年前捡到110万。他是一位靠资源回收来生活的人，他却没有在眼前的这个110万给诱惑了，他把它交到派出所里面。农历过年期间，乐透彩的高额奖金和拾金不昧的这些人，显现出我们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我们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金钱的诱惑只是当其中的一项挑战而已，我们需要每天来面对它。我们要面对的是很多的挑战，那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些试探，
来接受这些困境的挑战，到最后我们可以胜过这些挑战呢？耶稣当时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这个试探，其实在当时，就是在我们可以清楚从他的前一个说明是，耶稣受洗之后从约旦河起来，好像我们基督徒受洗之后，我们一样，我们还是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在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在耶稣在将上帝国度要临到这个地上的这个时间，他受洗之后，也就是紧接着受试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撒旦想要在耶稣表明他是在这个世界的王的开始之前，就想要把耶稣扳倒，所以他设下了3个试探。若是他的计谋得逞了，上帝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可是，在受试探和胜过这个试探的过程里面，是主耶稣与魔鬼的一个短兵相接。表面上看来，只是他们用圣经的话语当中的一些很简单的对话，事实上却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征战。耶稣很清楚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引导人归向上帝。那么这件工作，耶稣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一个使命呢？这就是耶稣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当时是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通常我们会认为，耶稣受到这个试探是魔鬼提出来的，是魔鬼要来攻击我们的。但是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第1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攻击不是由魔鬼所提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主耶稣被圣灵带着主动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撒旦是要试探主耶稣，主耶稣接受试探却不为所动，他是主动的去迎接这个挑战，是圣灵引导他去的。所以主耶稣去要维护上帝国计划的一个进行的顺畅，他来显明他是一个王。在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过程里面，魔鬼是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攻击，从物质到属灵的信号上帝，关乎使命的达成，都是为了要得着这个世上的万国万民，而且是魔鬼是渐进式的在试探耶稣。耶稣是人，他在旷野经过40天之后，他的饥饿的感觉会出现。我们有人常常饿了1天之后，我们非常觉得肉体上的不舒服，所以耶稣跟我们一样，他需要饮食来维持肉体生命的需要。可是魔鬼在这个时候对耶稣说，他可这样子说：你现在的身体饿了，你不只是人而已，你也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后裔，在你里面有神的这个本性在，你可以利用这个神的本性来满足你肉体上的需要，而且你不需要经过上帝的同意，因为你本来就是神啊，你可以自己做主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有属神的本性，就用你的能力将眼前的这些石头把它变成食物吧，把它变成一个饼，来满足你的饥饿肉体的需要。为你自己来做，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魔鬼用这样的方式来诱惑着、试探着耶稣。耶稣是人，但他也是神。虽然他需要基本的食物、基本的物质来满足他肉体上的需要，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拒绝里面可以看到，他在旷野中为我们留下了拒绝试探的一个模范。饥饿的感觉不是一个错误，是一个正常的。饼也不是一个无益的东西，
但是耶稣清楚地表示出，倘若违背上帝的旨意，去满足肉体上的需求，去吃饱了，倒不如挨饿。耶稣的回答，他说：“我不能无视上帝的旨意，利用这种属神的能力来满足我肉体上的需要。我是上帝的儿子，不能脱离上帝，单独去行动。作为上帝儿子，最重要的就是要顺服，要顺从。现在圣灵带领我来到旷野，要我经历体验饥饿的感觉。我绝不改变上帝给我的处境。我不只单靠着食物而活着，我应当用上帝的话语作为粮食。上帝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根基。我们都有身处在旷野的时刻，没有人能够用任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就如同耶稣，他单独在旷野的时候，他的四周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荒凉的石头，只有荒凉的一个地方而已。但是唯有上帝的话语在帮助着他，唯有依靠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才能帮助着我们。上帝的话语与其他的话语不同，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这个生命是因为它培育了我们的生命。上帝说有就有，上帝创造的人是用话语来创造了我们。上帝的话语会建立我们的信心，上帝的话语会产生改变，上帝的话语可以击退魔鬼，上帝的话语也能施行神迹，医治我们的创伤，它能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上帝的话语也会改变了这个环境，上帝的话语给我们平安与喜乐，让我们能够克服所有的困境，战胜试探，充满着希望。它也能让我们心灵得到安慰，能够洁净我们。上帝的话语也是成就万事，是我们对将来的一个确信。若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没有了粮食一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上帝的话语，要将上帝的话语看如食物对生命一样的重要，甚至是超越了它。约伯他在他的里面他说，我看神的口中的话语胜过我需要的饮食。完全依靠上帝，心灵就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耶稣在接受物质的试探之后，他愿意用信心来选择他受苦，来维系他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属灵的关系。饥饿的感觉依然存在，魔鬼再一次的第二个试探临到他的面前。他说：“倘若你是上帝的意思。”再一次用这句话：“你若是上帝的儿子。”魔鬼的意思是要耶稣在属神的这个本性上面，与肉体这个之间，他要耶稣运用肉体表现出属灵的一个完美本质。魔鬼像是在这样说：你既然已经回答了第一个试探，宣告了你对上帝的忠诚与信靠，那么你现在应该用你的信心来做一些表现吧。你应该来做一些奇妙的事吧。来吧，你从殿的顶端跳下去，让我看看你是多么的信靠上帝啊！圣经上面不是有记载着说，上帝会命令天使用手托住你吗？不会使你的脚去碰到石头而受伤。魔鬼再一次的提出挑战，再一次的提出一个试探。耶稣对魔鬼说：“不必了，我的信靠是完全的信靠，不需要借着做神迹奇事来证明。经上也有记载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耶稣不肯行这个神迹奇事，是因为耶稣知道，如果这样做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依赖神迹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
上帝拯救的能力是不可以随意来试验的。完全的信靠是要安静的一个等候。渴求神迹、追求神迹，并不是真正从内来相信上帝，反倒是一种不信的一种外在的一种显现。在世上，我们都有困境，没有人能够避免痛苦，没有人不会受苦，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的度过一生。每个困难的背后都有上帝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长与学习。有困难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困难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上帝。当你内心忧伤、走投无路、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转向上帝。在旧约里面，上帝绝对能使约瑟不被关进监牢，上帝也一定可以帮助但以理不掉到狮子坑里面。上帝也能让保罗不会遇到传难的事件。但是上帝让这些事情都发生了，这些人我们看到他最后因此而更加的亲近上帝。苦难不会自动成就上帝要给我们的目的。很多人没有因为遇到苦难或者是在困苦当中去成长，反而更加的消极，变得更加的苦毒。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你的困难是由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的，若没有上帝的许可，他们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的计划总是美好的。我们不要专注在自己的痛苦或问题上面。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的一个彭克利，他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他写下这句话，他说：若是定睛于世界，你便会失望；注视你的内心，便会沮丧。但若仰望基督，你就可得安息。所以当我们遇到困境或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是我去遇到这件事，我们反而要问的是：上帝，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们要信靠上帝，然后做你应该做的事情。魔鬼在第二个试探仍然无法赢过耶稣之后，他紧接着提出了第三个挑战。魔鬼最终的目的是要阻止耶稣成就上帝所赋予的使命。每当我们若完成一次胜利之后，或我们完成一件很大的事情之后，我们会趁此做更大的事情。魔鬼深知人的弱点，他也以为耶稣在赢得物质和对上帝的信靠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更加的做更大的事情。所以他再一次的来到耶稣的面前，魔鬼这样子的挑战着耶稣说：你做得很好，你赢得很漂亮，你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现在你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来了，你看这里是世界上的万国，你不就是为他们而来吗？现在的你只要向我一拜，我立刻把你所看见的一切都给你。耶稣看见了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但是耶稣也看见了万国正处于在邪恶与毁灭当中。耶稣知道拯救万国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受苦、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生命。我想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回应魔鬼的时候，他应该是用坚定而且充满着权柄的声音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上帝，单单要侍奉他。耶稣所要表明的是，我的权利已经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已经得到了一个确定。我领受这个权利，就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从上帝的计划当中
来接收，来让这个万国得到救恩。你要我向你下拜，你就将万国给我吗？我告诉你，你退去吧，我把你赶走，我才能得到真正的万国，才能使万国的百姓得到真正的拯救。耶稣再一次的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让我们有一个完美学习的一个模范。耶稣在这3个试探中，完全以人的身份来回答魔鬼的一个试探。耶稣是引用记载在世上的这个经文，也就是我们的圣经，是上帝所赐下的一个话语。耶稣以人的身份顺服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学习，人若遵行上帝的话语，就可以胜过许多的试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难以抗拒那些试探，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妥协一下，没有关系。但是这都是魔鬼的谎言。请你不要忘记，上帝已经应许不让我们在身上所受的试探超过他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他不会容许你所受的试探大过于你所能担当的。撒旦不必去诱惑那些已经跟随他去做那些恶事的人，这些人已经属于撒旦。试探是我们人活在这个败坏世界当中所要面对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要因为试探我们就惊讶或气馁。受试探不是犯罪，耶稣被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只有当我们降服于试探的时候，试探才会成为我们的罪。耶稣在旷野被受试探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我们最好的模范，就是他用圣经来反击。当撒旦引诱耶稣用他神的能力来满足个人的需要的时候，耶稣没有与撒旦来辩论，他没有说我不饿或没有问题，他单单只用圣经。我们也是需要学习耶稣的这种样子。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是撒旦所惧怕的。当撒旦对你提出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与他争论，因为他比你我更加的擅长这样的辩论。我们不能用人的思维、用人的逻辑使撒旦退去，但是你可以用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来击败他。所以在前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是我？我们要把它转换。上帝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要上帝向你说话。然而，上帝的话语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圣经我们知道它分为新约与旧约，很多人都只读新约，对于篇幅较长的旧约，通通很少去看，没有下功夫。我们知道新约的灵魂人物是耶稣，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无人能比的。耶稣是一个行动实践圣经的人，因为耶稣熟读旧约，所以他常常引用旧约的话语来说明上帝的爱与智慧。所以当我们了解新约，了解福音，了解旧约，就会更加了解的耶稣，了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为何。我们常常有许多人会出国旅游，或是到台湾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会赞叹上帝的创造竟是那么的美好。这都是上帝的杰作，上帝也创造了各种动物与植物在我们当中。更重要的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圣经也是上帝的话语，也就是上帝所创造当中所有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他不但创造了这些，他还更难得可贵的是，他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圣经里面记载着他对我们人的爱，以及人对上帝的一种挑战、
背离，以及时时的悔改。人是很复杂的，内心中充满着不同的思想，但是我们人生总会遇到苦难，有很多的书籍都会讨论这些苦难。不过圣经却是远远的超过这些。圣经对各种人类的一个经历历程都详加记载，无论是在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还是在现在发生的，它都可以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它说明了上帝是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人以信心来接受上帝的爱，他就过着无比精彩的人生。你若渴望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就要常常来读经，借着祷告与上帝互动。可是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上帝啊，求你指引我，给我道路。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用上帝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我们会去听从别人的建议，可是我们却不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听从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时时将上帝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将圣经里面的上帝的话语大量的读进来我们的内心。在这一阵子，我的小孩陈恩与伯恩，我们让他背上帝的话语，就读经，读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一些里面开始。我们知道小孩子有时候他会很调皮，他行为会有些偏差，或者会讲一些我们所谓的不好听的话。最近他们背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5章13节里面，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无法使它再咸，它就成为了废物，只好丢弃，任人践踏。你们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的。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同样的，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的话语帮助了他们。当他们有这样的不好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说：你想想看，你之前背的这一段经文，他说了什么？用上帝的话语来带领着他，来教导着他。所以这段经文不仅仅是帮助了他们，同时也帮助了做父母的我们。要记得，上帝用困难让我们学习拥有上帝的一个本质。上帝到底有哪些本质？从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果子里面就有上帝的本质在，有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记得，上帝会用困难让我们去学习拥有这些本质。例如，上帝将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周围，就是要我们去学习教导我们去爱人。在忧伤中，我们要转向上帝，上帝会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当我们陷入忧虑、惧怕的时候，我们选择信靠上帝，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这就是上帝将困难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目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信实的，是丰盛的，是全能的。因此，我们对于面对试探、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反而要勇敢的去面对，主动的向前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接受挑战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想法、能力，而是要用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所依靠的，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一个力量。每当我们胜过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不要问为何是我去遇到，而是要说：上帝，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然后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作为面对挑战的一个依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常常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试探？你觉得在这个试探当中，你可以培养出哪一种像基督的特质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耶稣在一开始就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模范。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会面临许多的试探，也会面临到困境。但是主却教导了我们，要用你的话语作为依靠，让你的话语来赢过这些挑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不是问为何是我，而是问上帝，你要我学习什么？我们要明白，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的时候，我们要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去寻求人的想法、人的方法，而是寻求上帝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个时刻日夜思想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